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基石。也是咱讲迄个基础石啦吼。咱教会咧准备要建堂，伫咧筹备计划过程的中间，有侪需要对政府来的一寡规范，对土地的勘查，也是讲容积率、建蔽率，也是即个条啊的载重。水电、消防、排水、热电等等，拢有一定的规范，这拢有基本的要求。做一个新的建筑来讲，这就是一个基础，或者是讲基石。当然，每一个时代的要求拢无相同款，伫无同款的国家。无同款的地区，拢有无同款的要求的标准。这拢是伫建筑的基础顶悬，咱讲基石。建筑的计划，咱讲建筑的设计图，是毋是下伫这个基础的要求？那下伫这个基础的要求了后，才会通来通过政府的审核，并且领取这个建筑的执照。过去保有悬楼，甚至咱咧讲超大型的悬楼，或者是讲新式的建筑开始进程。建筑法规并毋是遐尼严格，通常拢是师傅凊彩画一个图，就来领导这个建筑的工程。就算咱咧讲上简单的房屋的建筑，嘛拢需要迄种基础的去做。所以才会当互迄个厝会当真稳固的地基。建筑的法规就亲像早期建筑房屋的迄个基础共款。这个稳固的基础是要来帮咱这个厝的建筑会通更加稳。那安尼10条街，就是咱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所讲到的。迄就是迄个信用的建筑法规啦，就是伫信用的基石有安尼稳固的基础，才会当起做一个真稳固的信用建筑。10条街改变，毋是要来用来做迄个限制人的自由，咱是帮咱以色列人会通活出好的信用的改变。建筑是毋是下伫上帝的标准，还是讲信用的高塔？申命记第5章是摩西第2摆宣告着这个上帝的10条街。圣经讲，摩西召集以色列人，对因讲：以色列人啊，着注意听我今仔日甲恁吩咐的规例甲命令，恁着学习。切实来遵行，上主咱的上帝伫何烈山甲咱立约。这个约，上主毋是甲咱会列祖立约，是甲今仔日咱的所有要伫活地徛伫遮的人咧立约。上主伫山顶对会中面对面甲恁讲话，迄时我徛伫上主甲恁的中间，要将上主的话传互恁，因为恁惊迄个火，毋敢上山。上主讲：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。我以外，你毋通拜别的上帝，毋通为着家己来雕刻偶像，无论天顶地下。以及地下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。
毋通甲因跪拜，嘛毋通服侍因，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。愿乎我的人，我追究因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。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，我施恩互因，直到千代。毋通人善用上主你上帝的名，因为人善用上主的名的人，我上主一定无甲因当作无罪。着照上主你的上帝的命令来守安息日做圣日。6日内底拍拼做恁所有的功课。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萝卜、女婢、牛、驴、精生，以及囝脚伫恁中间的人，拢毋通做工。互你的萝卜、女婢，通甲你相款安息。着记得恁以前捌伫埃及的地来做奴才。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来带恁对遐出来，因为安尼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爱守安息日，着照着上主你的上帝的命令孝敬你的老爸，孝敬你的老母，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赏赐的地久长徛起，享受福气。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假见证来陷害你的厝边，毋通贪你厝边的某，嘛毋通贪你厝边的厝、田园、萝卜、女婢、牛、驴，也是你的厝边任何的物件。这是上帝所赏赐10条诫命，那是要甲上帝的关系，然后讲甲对人的关系顶悬。透过10条诫的规范，要帮助以色列人学习公义的生命，下去上帝旨意的生活。也亲像10条诫同款，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准绳，是咱信仰建筑的外石。是咱的教导者，也是永生生命的来源。彼得安尼来劝勉以色列人，伊讲：着亲君主，伊是外石。虽然互人来弃杀，毋过受上帝的拣选来看做宝贝。恁嘛着做外石，互上帝用起做属灵的殿。搁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受敬宝贵的触角石，信伊的人绝对袂失望。这个石头对恁这会信的人是宝贵的。毋过，对毋信的人来讲，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啊！彼得前书所讲的这个土水师傅，是指以色列人选民，因知却无明白真理的人，这得预表着犹太人民，因为安尼，咱知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，就是彼得册内底所讲的弃杀。耶稣基督是外石，是建筑上重要的基础，却互上帝的选民这师傅甲伊献杀。彼得佮讲，伫别位有记载。即地是半骹石，
是互人绊倒会少。因毋顺谈道理来绊倒，是上帝的安排。毋过恁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，王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，这位上帝是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。恁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。求你会记你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仰望，伫患难的中间，我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踢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范，对这会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会气杀你律法的歹人去大受气，亲像火得倒。我无论出外去倒位，拢用你的规律来做诗歌。上主啊，对迷失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，会当得到福分，因为阮有顺探你的律例。感谢上帝赏赐阮诫命的原则，互阮会通有一个清楚的规范，互阮会通伫正道顶悬来行踏，伫稳固的活着的基础来建造咱信仰的大楼。感谢上帝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